請起。請選坐。眾城門啊，你們要抬起頭來，永久的門戶，你們要被舉起，那榮耀的王將要進來。眾城門啊，恁着舉起頭來，永久的門戶，恁着將頭舉起。迄榮耀用恁要立來。榮耀的王是誰呢？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華，在戰場上有能的耶和華。榮耀的王是治罪呢，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華，佇戰場頂有能的耶和華。眾城門啊，你們要抬起頭來，永久的門戶，你們要把頭抬起，那榮耀的王將要進來。眾城門啊，恁着舉起頭來，永久的門戶，恁着將頭舉起，迄個榮耀的王恁要立來。榮耀的王是誰呢？萬軍之耶和華，他是榮耀的王。榮耀的王是治罪呢，萬軍的耶和華，伊是榮耀的王。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各位兄弟姊妹早起好。今日創會87年建堂66週年嘅感恩聯合崇拜開始。今仔日咧創會80週年建堂66週年嘅崇拜，現在開始。我哋先請鄭振中執事嚟領詩。咱請鄭振中執事帶咱請詩。好，弟兄姊妹早晨。兄弟姊妹早起好。好，歡迎大家咧，今朝一同翻到上帝嘅殿。
歡迎大家今仔日倒來上帝嘅殿，我哋咧一同去敬拜上帝。咱做一去敬拜上帝。今日一個好特別嘅日子。今仔日是一個真特別嘅日子。咁上帝咧帶領我哋教會。上帝帶領咱教會。創會87週年。創會87週年。咁大家坐緊呢一個咁靚嘅禮堂。大家坐這水嘅禮堂。我哋呢建堂66週年啦。咱建堂已經66週年啦。我哋咧有數不盡嘅感恩嘅事項。咱有真多數袂盡嘅感恩嘅事項。我哋咧都係透過一首嘅詩歌。咱透過這首詩歌。我哋都係將榮耀歸於上帝。咱將榮耀歸給上帝。如果唱閩語嘅。唱閩南話。咁就跟屏幕嘅紅色字。一塊銀幕嘅紅色字。如果唱粵語嘅。唱廣東話。可以跟呢個紫色嘅字。切底嗰個青紫色嘅字。詩歌有3節。詩歌有3節。我哋一齊咧，我哋大聲嘅，我哋去到讚美上帝。咱大聲來學羅上帝。好，大家請起。大家站起來。司琴唔該彈副歌。
請大家仍然站立。請大家一齊低頭祈禱。請大家額頭祈禱。親愛天父上帝，我哋多謝你，親愛天父上帝，阮感謝你。你帶領我哋教會經過80週年立會66建堂嘅紀念日，今日嚟到呢度崇拜。你帶領阮教會創會87週年建堂66週年，今日大家嚟遮崇拜俄羅你。呢個係你過去幾十年俾我哋好大嘅恩典，這係是你過去幾十年給阮真大嘅恩典。祝福我哋過去好多嘅弟兄姊妹，祝福阮過去真多嘅兄弟姊妹。亦都祝福閩南堂好多嘅事工。祝福咱閩南堂真多事工。今日我哋弟兄姊妹聚集響呢度，今日阮兄弟姊妹聚集伫遮，嚟到嘅思念，亦都嚟到嘅享受呢一刻嘅你嘅恩典。嚟想念嚟同埋享受你給阮嘅恩典。求主你唔係單單俾我哋過去現在嘅福氣，求主唔讓你過去給阮現福氣，亦都俾我哋將來弟兄姊妹繼續嘅上嚟到傳承你嘅恩典。會通給阮兄弟姊妹將來會通傳承你嘅恩典。亦都希望今日張牧師嘅嗰個講題蒙福的約瑟帶俾我哋更多嘅信息。希望今日咧張牧師帶頭咱會帶頭阮蒙福嘅信息，亦都俾我哋知得到人生雖然有苦難，互阮知影人生雖然有苦難，但係最終會得到你嘅祝福。但係最後會得到你嘅祝福。我哋求主帶領我哋今日嘅整個嘅崇拜，阮求主帶領阮今日嘅規個崇拜。祈禱係奉我主耶穌嘅得勝名字祈求。祈禱是奉主耶穌嘅聖名祈求。阿門。聖經所願。大家請坐。大家請坐。今日張牧師嘅講題，佢用嘅經文係喺創世記49章22至26節。今日嘅張牧師講嘅題目是經文是創世記49章22到26節。咁如果係用唐用嘅聖經咧，就係喺舊約嘅65頁。是咱嘅聖經舊約舊約嘅65頁。咁咧，大家請打開之後，請我哋嚟到輪流嚟讀。大家拍開聽，阮輪流嚟讀。我讀一次廣東話，欣欣會讀翻同一節嘅閩南話。好啦，我哋而家開始啦。約瑟是多結果子的樹枝，是泉旁多結果子的枝子，他的枝條探出牆外。約瑟是最結果子嘅樹枝，是泉邊最結果子嘅枝，伊嘅枝條探出牆外。弓箭手將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弓箭手將伊苦害，向伊射箭，逼迫伊。但他的弓仍舊堅硬，他的手堅壯敏捷。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但是伊嘅弓又軟堅硬，伊嘅手堅壯敏捷。這是因為以色列嘅牧者，以色列嘅磐石，就是雅各嘅大能者。你父親的上帝必幫助你，那全能者必將天上所有的福、地裏所藏的福，以及生產乳養的福，都賜給你。你老爸上帝的確幫助你，迄個全能者的確將天頂所有的福氣、地內所藏的所有嘅福氣，以及生產乳養的福氣，攏賜予你。你父親所祝的福，勝過我祖先所祝的福，如永世的山嶺、至高的至極的邊界。這些福必降在約瑟的頭上，臨到那與弟兄會別之人的頂上。你老爸所祝嘅福，贏過阮祖先所祝嘅福氣，正親像永世嘅山嶺、至極嘅邊界。這番福的確降臨佇約瑟嘅頭殼頂，臨到遐個角聲佇景別人嘅頭殼頂。願上帝祝福佢自己嘅説話，願上帝祝福伊家己嘅話，俾大家都能夠得到祝福。希望大家攏會通得我哋到祝福。繼續係唱詩，咱過來請示，我哋請鄭振中執事。咱請鄭振中接受。感謝上帝感謝上帝，因為咧佢俾我哋有好大嘅恩典。因為伊互咱有真大嘅恩典。過去幾十年咧，亦都眷顧我哋嘅教會。
過去幾十年攏管顧咱嘅教會。剛才我哋唱第一首嘅詩歌，咱拄仔唱頭一首詩歌，大家咧都好大聲嘅一齊嚟到讚美上帝。大家攏真大聲來學羅上帝。咁我哋建堂都係66週年啦。咱建堂已經有66週其實年。每朝翻到嚟教會崇拜，大家早起倒來咱教會上班。都發覺我哋教會真係設計得好好啊！有攏發現咱教會設計真好。之前我哋教會嘅先賢，之前咱教會嘅先賢，佢哋都係好用心嘅去到建立教會。因真用心去建立咱教會。大家你可能唔知平時有冇留意我哋前台呢度？你有留意咱前門嘅台？啱啱咧呢邊嘅光朝頭早打落嚟係好靚嘅。早起嘅光拍入來真水。咁我哋每個禮拜咧都有啲弟兄姊妹好用心嘅咧，去幫我哋去插花。咱逐個禮拜攏有兄弟姊妹真用心來插花。但係我哋個禮堂雖然好，咱禮堂真好。但係建立教會咧，還得靠大家咁多位弟兄姊妹。建立教會攏需要咱遐濟兄弟姊妹。今年我哋教會嘅主題，今年咱教會嘅主題係立己故人，立己故人，共建家園。共建家園。希望咧，我哋大家都係一個好喜樂、好平安嘅心，我哋翻到嚟教會。望大家攏用喜樂、真平安嘅心倒來咱教會。我哋一齊咧建立我哋呢一個家園。咱做陣嚟建立咱嘅家園。好，第二首嘅詩歌係有3節。第二首詩歌有3節。閩粵語咧都可以唱同一個字體㗎。閩南話、廣東話攏會唱同相應嘅字體。係啦，咁我哋咧一齊起立。咱徛起來。我哋咧同心嘅，我哋唱晒3節。咱同心唱3節。好，司琴為我哋彈一次，跟住我哋一齊入，唔該。大家準備。多嘅慈歡喜，我落來出世，想你敬仰你，主的真百姓，天天之大靈魂，和平的。
謝一謝，請坐。我哋以下係請唐主任誕生執事嚟到致辭。咱落去請董主任、戴漢成主任來致辭。好，請大生。請戴上。各位弟兄姊妹，各位兄弟姊妹，頭先主席同埋領詩嘅都講述，今日係我哋創會87週年紀念。拄仔主席甲領詩攏等講，咱今日是咱教會創會87週年。所以我首先要講，所以我首先要講，感謝天父大慈愛，感謝天父大慈愛，創會施恩87載。創會施恩87載。感謝天父大慈愛，感謝天父大慈愛。建堂至今66載。建堂至今66載。我哋教會係1938年蒙上帝創立嘅，咱教會是1938年蒙上帝恩典創立嘅。而禮拜堂建成呢係喺1959年完工嘅。禮拜堂是1959年建成完工嘅。由創會到建堂，對創會到建堂，一共有21年。經過21年。喺21年個時間，第21年嘅時間，我哋實在好緬懷我哋個先輩，我哋個先賢。咱真緬懷咱嘅先輩甲咱嘅先賢。佢哋作出個辛勞貢獻。因做出辛勞嘅貢獻。從好多方面，我哋都可以嚟到學習佢哋嘅。對真濟方面，咱攏會通用嘅學習。第一，佢哋唔停止崇拜聚會。首先，因無停止崇拜聚會。我哋個前輩嚟到香港，咱嘅前輩來到香港，堅守愛上帝嘅心，堅守聽上帝嘅心，覺得唔能夠停止聚會。因感覺唔通停止聚會。於是就係1938年嘅時候呢，成立咗我哋九龍閩南中華基督教會。所以喺1938年成立咱九龍閩南中華基督教會。咁我哋最早係借八大利上院嚟到聚會。咱是開始是借八大利神學院嚟聚會。我哋又試過借時他領導浸信會嚟到聚會。啲時他領導浸信會嚟聚會。又曾經喺我哋教友個家入邊嚟到聚會。阿伯喺咱教會嘅嚟聚會。就係太子道303號啊，嗰陣時啊。喺太子道303號聚會。吳清池府上嚟到聚會嘅。吳清池先生嚟出嚟聚會。佢哋都係熱心敬拜侍奉。因真熱心敬拜侍奉。值得我哋個效法。值得咱去學習。第二，我哋個前輩佢哋有屬靈嘅遠見。第二是咱嘅前輩有屬靈嘅遠見。咁由於聚會咧冇固定地方，因為聚會無固定嘅所在，好似喺曠野漂流一樣。親像喺曠野漂流。咁佢哋咧覺得唔得嘅話，要有自己嘅禮拜堂。因感覺就需要有咱家己嘅禮拜堂。睇到前面個情形，看到之前嘅情況，就覺得要喺香港個教育上面嚟到做貢獻。感覺喺香港嘅教育上面就做出貢獻。所以因此佢哋為呢件事嚟到祈禱。所以因就為呢件大事祈禱。咁覺得咧，我哋要喺呢兩方面作出貢獻。你感覺咱就兩方面做出貢獻。所以第三點，佢哋有天父嘅恩典。第三點就是因有天父恩典。我哋前輩佢哋個祈禱，咱前輩嘅祈禱得到上帝個垂聽。得到上帝嘅垂聽。所以1954年嘅時候，就蒙香港政府撥咗呢個教會道。所以喺1954年就蒙香港政府撥對教會道。即係天光道。即是咱現在天光道。咁我哋個地皮大概4萬尺。咱即個地大概有4萬尺。就俾我哋做建堂建校嘅用途。互咱叫建堂建校路用。就係見到天父上帝佢對我哋個恩典。所以咱看到天父上帝對咱嘅恩典。第四，我哋嗰個前輩咧，佢哋有實踐嘅力量。
第四，咱全前輩有實踐嘅力量。咁啊，建堂咧，當然需要大筆嘅經費。建堂建校需要真多嘅經費。咁啊，我哋個先輩佢哋咧，用行動配合信心，阮先輩用行動配合信心，展開咗籌款個工作。展開籌款嘅工作。第5點，第5點，我哋前輩佢哋同心合意、分工合作個行動。咱前輩同心合意分工合作。當時咧，迄時佢哋成立咗好多籌款組。因成立真多籌款組，咁每一組咧都有一個組長喺度帶領，每一組攏有一個組長去帶領。咁去唔同嘅地方，去無相嘅所在，大家同心合意，大家同心合意，互相配合，互相配合，分工合作，分工合作，希望能夠籌到足夠嘅經費，希望會通籌到足夠嘅經費，然後開始個建堂建校嘅工程。開始咱嘅建堂建校工作。第6點，我哋個前輩佢哋有知人善任嘅眼光。第6點是咱前輩有知人善任嘅眼光。咁啊，建堂咧最需要一個好嘅圖則。咱建堂咧需要有一個好嘅圖則。咁啊，禮拜同我哋嘅精美圖則咧，嗰陣時就請到徐敬直則師嚟到設計嘅。咱建堂嘅圖則迄陣時請到杜景澤則師來設計。咁啊，佢嘅設計咧就充分咧將我哋禮拜堂各種嘅好處嚟到表達出嚟啦。伊嘅圖則就將咱禮拜堂嘅逐款嘅好處攏表現出來。但係我哋禮拜堂呢入到嚟都冇柱嘅。咱禮拜堂來到無條。咁咧就第二咧，我哋門口啊，就算嗰啲咁嘅鐵欄設計啊，都見到有閩南2個字嘅。咱門口嘅鐵欄嘅設計，攏會看到閩南2個字。仲有我哋咧入邊，我哋呢個講台個聲量係好好嘅。咱講台嘅聲量是真好嘅。咁仲有我哋設計嘅十字架都係值得我哋大家睇嘅。伊設計十字架啊，值得咱去看。你睇我哋嘅十字架咧，如果搬咗落嚟咧，哇就好大嘅。咱嘅十字架如果搬來是真大。咁啊比例咧亦都係有圖則嚟到表達嘅。伊嘅比例就有圖則嚟表達出嚟。咁所以你掛喺我哋禮拜堂嘅時候咧，大家喺下邊睇上嚟咧，就覺得好莊嚴。伊掛喺面頂咧，咱下骹看來感覺這十字架真莊嚴。咁啊，我哋嘅十字架咧，其實都有啲大教會啊，同我哋攞圖則去參考嘅。咱嘅十字架咧，也有其他教會內要來摕圖則去參考。仲有我哋個鐘樓，我哋個十字架。咱嘅十字架，咱嘅鐘樓。遠近都可以見到。遠近攏會通看到。當我哋打鐘嘅時候咧，四圍都可以聽到。咱咧拍鐘嘅時陣，四圍攏會通聽到。咁啊，前一排咧有個龍牧師啊嚟到我哋呢度講道。之前有一個龍牧師來咱呢度講道。佢哋話欣賞我哋教會乜嘢咧？伊真欣賞咱教會什麼咧？大家如果有聽到咧，就應該知道啦。大家有來聽到嘅，攏有知影。咁我哋禮拜堂咧，你只要閂咗燈啊，伊講咱禮拜堂啊，冇關燈，都可以睇到嘢嘅。攏會看到。即係我哋個光線啊，我哋個玻璃啊，係即係設計得好好。因為咱嘅光線，咱嘅玻璃攏設計真好。咁啊，頭先鄭振中先生就話：哇，呢度有線嗰啲，我咪用光咧落嚟。拄啊，鄭中先講咧話，咱即段面有陽光會通。你睇前面嗰個聖餐台啊。咱嘅聖餐台攏會看到日頭。咁即係話啲光學上面咧，亦都係設計得好好。就是佇光學面頂啊，設計啊真好。所以無論喺力學啊、喺聲學啊、喺光學啊等等方面咧，呢個側線都同我哋設計得真係相當好嘅。所以無論佇力學啊、光學啊，還是聲學咧，這設計師攏真設計啊真好。所以我哋每次嚟到禮拜堂嘅時候，要珍惜我哋自己個家。所以咱逐擺來咱禮拜堂，咱就珍惜咱嘅家。詩篇122篇1節講。詩篇121講。人對我說。人對阮講。我們往耶和華嘅殿去。
咱去耶和華嘅殿來，我就歡喜。我就歡喜。我哋每次嚟到禮拜堂，心入邊都好歡喜嘅。我逐擺來禮拜堂，我心內真歡喜。盼望大家弟兄姊妹都能夠珍惜我哋個禮拜堂。望咱兄弟姊妹攏會通珍惜咱嘅禮拜堂。好，第七，我哋嘅前輩，佢哋有唔怕艱辛嘅危險嘅勇氣。第七，咱嘅前輩有無驚艱辛危險嘅勇氣。建堂建校咧係十分艱巨嘅工作。建堂建校是真艱巨嘅工作。喺建禮拜堂嘅時候，建禮拜堂嘅時陣，我哋都遇着好多困難危機㗎。逐日攏拄着真濟困難危機。但我哋個前輩咧，佢哋滿懷信心，但是咱嘅前輩會滿懷信心，勇往直前。勇往直前，佢哋勇攀艱難山，勇攀艱難嘅山，敢踏荊棘路，敢行刺皮路，去解決種種嘅問題。去解決真濟嘅問題。我哋今日都要有勇氣去面對將來。咱今日咧有勇氣去面對將來。第八，我哋嘅前輩佢哋有樂意奉獻嘅心。第八，咱嘅前輩有樂意奉獻嘅心。佢哋奉獻嘅唔單係金錢，因奉獻嘅唔單是金錢，都奉獻佢哋嗰種個才能，也奉獻因嘅才能，佢哋個時間因嘅時間，嚟到關心建堂嘅工作。來關心咱教會建堂嘅工作。我哋都要關心我哋教會種種嘅事情啊。要關心咱教會各項代志。第九，我哋個先輩佢哋有美好嘅收成。第九，咱嘅先輩有美好嘅收成。嗱，經過咗弟兄姊妹佢哋嘅努力辛勞，經過兄弟姊妹努力辛勞，咁禮拜堂將喺1959年建築完成。咱禮拜堂伫1959年建築完成。喺1959年11月28日下晝4點舉行我哋新堂落成嘅奉獻典禮。伫1959年10月28號舉行咱建堂奉獻典禮。詩篇126篇3節講。詩篇126篇3節講。耶和華果然為我們行了大事。耶和華果然為咱行了大事。我們就歡喜。阮就歡喜。我哋嘅前輩終於享受到上帝所賜俾我哋美好嘅收成。咱嘅前輩就容易享受了上帝予咱嘅美好，賜予咱嘅美好收成。亦都體會到喺主內嘅勞苦唔會係徒然嘅。體會到佇主內嘅勞苦是袂徒然嘅。第10點。第10點。我哋嘅前輩佢哋有美好嘅腳蹤留低。咱嘅前輩有美好嘅腳力留落來。建成禮拜堂之後。建成禮拜堂了後。我哋前輩更加熱心侍奉。咱嘅前輩更加熱心侍奉。領人歸主。帶人歸主。我哋設立咗我哋嘅主日學少年團公討會，造就唔少嘅後輩人才。咱建立咱嘅主日學少年團公討會，造就無少嘅人才，為教會嘅未來奠下咗良好嘅根基。為咱教會未來奠好良好嘅根據。作為我哋學習嘅榜樣。作為咱學習嘅榜樣。各位弟兄姊妹。各位兄弟姊妹。我哋緬懷咗過去。咱緬懷了過去。亦都要展望我哋個將來。也要展望未來。而家嘅世代動盪多變。現今嘅世代動盪多變。我哋教會亦都會面臨好多個問題困難。咱教會也會面對真多嘅問題甲困難。因此，我哋盼望我哋弟兄姊妹能夠熱心愛主。所以咱萬咱兄弟姊妹會通熱心聽主。侍奉教會。侍奉教會。盡力奉獻。盡力奉獻。唔單止金錢。唔單是金錢。都能力、時間。也有能力甲時間。討主個喜悅。討主嘅喜歡。使令我哋教會能夠得着更好嘅發展。互咱教會會通得到更加好嘅發展。多謝大家。多謝大家。
我哋而家係收奉獻。咱現在是收奉獻，請大家坐喺度唱閩南聖詩嘅311首，請大唔係家169首。請大家請閩南聖詩169首。奉獻係為基督徒設立嘅。奉獻是為基督徒設立嘅。如果你未明白奉獻嘅意如果你未明白奉獻嘅意義，當收奉人嚟到你面前嘅時候，你坐喺度就可以啦。奉獻在傳到你嘅時陣，你傳到隔壁就用嘅。好，我哋請司琴。咱請司琴。我哋請高牧師為我哋作奉獻嘅祈禱。咱請高牧師做做奉獻嘅祈禱。我哋同心祈禱。咱同心祈禱。親愛嘅天父啊，我哋感謝讚美你。親愛的天父，我感謝阿羅你。我哋亦都為到教會嘅創堂87年同埋建堂66年獻上最深嘅感謝。咱為阮教會創會87周年、建堂66周年獻上感恩。感謝你喺過去嘅歲月裏邊咧，保守帶領我哋教會。感謝你哋過去咧時間咧帶領阮，使到我哋能夠成為你恩典嘅出口。互阮會通成做你恩典嘅出口，成為你愛嘅器皿，成做你聽嘅愛面。喺整個嘅土瓜灣裏邊咧，我哋都可以分享福音嘅真光。除咗規個土瓜灣，咱會通分享福音嘅真光。一路延伸去更多嘅地方。延伸去其他所在。親愛主啊，你嘅信實從來未改變。親愛主，你嘅信實從來攏無改變。你嘅慈愛永不止息。你嘅慈愛永不止息。我哋為每一位參與教會事工嘅弟兄姊妹感恩。咱每一位參加咱事工嘅兄弟姊
姊妹感恩，亦都為嗰啲曾經喺呢度服侍嘅弟兄姊妹咧獻上感恩。為八烏嘅即得服侍嘅兄弟姊妹感恩。每一位弟兄姊妹衷心嘅獻上，大家兄弟姊妹衷心嘅獻贈，成就咗今日美好嘅見證。成就咱今日嘅美好嘅見證。親愛嘅天父啊，我哋感謝讚美你。親愛天父，我感謝阿樂你真係賜過俾我哋各樣美善嘅恩賜。你賜予我們各項美善嘅恩賜。你藉着主耶穌賜俾我哋永恆嘅救恩。你藉着主耶穌賜予我們永恆嘅救恩。我哋日用所需，你厚厚嘅賜過俾我哋。我日常所需，你悄悄安尼賜予我。現在我哋獻上禮物，現前我想獻贈少少禮物，求主你潔淨，求主你潔淨，以致喺各樣聖工上都能夠榮耀你嘅名，會通用佇逐項聖工頂榮耀主你嘅名，叫更多人知道主耶穌好愛佢哋。叫更多人知影主耶穌真疼的。恭敬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嘅名求，恭敬祈禱，奉主耶穌嘅基督嘅聖名祈求，誠心所願。請坐。請坐。以下我哋會請聯合詩班嚟到歌頌。咱個類是聯合詩班嚟歌頌。佢哋要歌唱嘅詩歌叫做歡呼來歌唱。演唱嘅歌名是歡呼來歌唱。詩班獻詩以後，詩班獻詩以後，我哋今日請到張福文牧師嚟到傳上帝嘅信息。咱今日咧請到丁福文牧師嚟傳揚上帝嘅信息。張牧師嘅題目係蒙福的約瑟。伊講嘅題目是蒙福嘅約瑟。好，我哋用嘅經文就係創世記頭先讀過嘅49章22至26節。伊用嘅經文是創世記49章22到26節。好，我哋先請聯合詩班。咱請聯合詩班。呼聲來讚美，跳舞來慶賀。
好，感謝上帝至感謝上帝，俾我有機會同各位見面，讓我有機會通甲各位見面，呢個好難得嘅機會，這是真難得嘅機會。要多謝大家嘅愛錫。要多謝各位聽惜。當我接到呢個消息嘅時候，當我接到這個消息嘅時陣，我好緊張去預備我嘅講章。我真緊張去預備講章。好幾篇，揀完又揀，揀完又揀。即係幾若篇經了，再經，經了再經。最後我揾到約瑟出嚟。最後我就經約瑟出嚟。由創世記37章講到50章。對創世記37章講到50章。好犀利啊！真厲害哦！但係希望我能夠濃縮。我希望會縮較啲。嚟到將呢一集嘅原稿嚟講得清楚。將這原稿講較清楚。當我今日入到嚟嘅時候，我見到你入嚟時陣，我第一個感覺，第一個感覺有啲唔同啊。有無相喎。第一個唔同係乜嘢呢？第一個無相是什麼呢？我哋人多咗。人比較多咯。樓上樓下都有人啊。樓頂樓下幾個有人。呢個係我哋嘅實數啊。這是實數。有一次有一個青年返教會。一擺有一個青年返教會。咁返屋企，父母就問佢：伊嚟教會幫陣到去父母問你間教會大唔大啊？咁。迄間教會大歲啊？佢好大啊。用真大哦。咁有幾多人啊？咁。人有幾個人？偌濟人呢？佢後邊有一人，前邊有一人。用後邊有人，頭前有人。你估幾多個啊？你講有偌濟啊？4個。4個。因為有2個坐後邊做招待嘅。因為後邊有2位坐喺做招待。有2個係被招待入嚟嘅。有2個位是可能招待入嚟。大嘅教會只有4個人。一個教會只有4個人。佢唔係後邊前面坐滿咗人。伊唔是後邊頭前坐滿人。今日我哋就幾乎要坐滿啦嚇。咱今仔日幾乎都坐滿。希望牧師同埋各位同工同埋長執。希望牧師各位同工長執。本着我哋今年嘅主題。本着咱今年嘅主題。立己。立己。個人。個人。共建。共建。家園。家園。唔係淨係你嘅屋。唔是淨係喺厝，更加係上帝嘅家。唔係淨係呢個厝，而是上帝嘅家。第二個我發現唔同嘅咩地方呢？第二個方面我發現有啥無相呢？講台面出去嘅一張嘅橫額。外口有一個橫額。已經換咗新㗎啦。已經換咯。咁我睇唔到人，又睇唔到樹，又唔睇到任何嘅物件。我冇看到人，我冇看到樹，我冇看到什麼。哇！我只係睇到紅藍黃白。我就看五藍五白。我唔知咩意思。我唔知什麼意思。但我想起。但我想起。當日摩西上到西奈山。我想到當時摩西上去西奈山。個山係被雲彩所纏繞。啲山是雲彩的。在新約
有新約，伫新約，耶穌帶着彼得、雅各、約翰耶穌就講彼得嘅約翰，上咗黑門山，去到黑門山，忽然之間忽然間有一片雲彩有一片雲圍住佢哋。伫圍着因，咁彼得就話：彼得就講：主啊，我哋在這裏真好啊！主啊，咱伫遮真是真好哦，不得我哋今日能夠喺呢處，咱今日用伫遮，好似當年彼得、雅各、約翰即係親像當年彼得、約翰，與主相近，甲主親近，能夠體會到雲彩嘅包圍，會體會到雲彩包圍了，能夠體會到嗰種甜蜜，會體會到迄款嘅甜蜜，更加能夠體會到我哋對教會嗰種愛錫。咱會更加體會到咱對教會嘅疼惜。我們在這裏真好啊！咱伫遮實在是好啊。我哋返到嚟教會覺得真好啊！咱倒來教會真是真好啊！咁我哋要好似大先生咱就多謝剛才所講嘅歷史。伊互咱有這日子。上帝好奇妙嘅為我哋預備咁美好嘅地方。上帝為咱有備這好嘅所在。我哋應該盡上我哋嘅本分。咱就盡咱嘅本分。嚟到發起更大嘅工作。咱發起更加大嘅工作。能夠搶救更多嘅靈魂。嚟搶救更加多嘅靈魂。能夠榮耀上帝。嚟榮耀上帝嘅名。歷史好緊要。歷史真重要。我哋聖經由舊約去到新約。聖經對舊約到新約係記載人類嘅歷史，是記載人類嘅歷史。現在有啲教會，即陣有嘅教會，嗰本聖經係新約聖經。聖經迄本聖經是新約聖經，冇舊約啊！冇舊約，真嘅喎，真實嘅咯。今日有某個大機構，今仔日有某一個大機構，以前60週年、70週年、75週年，伊點解60週年、70週年、75週年，都有特刊。都有出特個特刊。刊嘅特色係乜嘢呢？特刊是啥物呢？就係將往事嘅照片、是將頂擺嘅照片、經歷嘅歷史、頂擺經過歷史，完全記錄落嚟。完全記錄落來。但係到最近但是到最近100週年。100週年咯，冇半隻嘅紙張，無半字，甚至110週年，甚至110週年，亦都冇任何嘅歷史出版。完無任何嘅歷史出版。咁你話唔係喎？佢出咗本厚嘅書喎。你話唔係喎？伊出咗真厚嘅書。喺嗰個感恩會裏邊送俾會眾喎。啲感恩會送互會眾。而家喺度賣緊200幾蚊嘅噃。我即陣賣200幾塊喎。你嗰本書係乜嘢書嚟咧？呢本書是什麼咧？就係咧教會嘅名人歷史。哇！原來是教會名人嘅歷史。各位弟兄姊妹，各位弟兄姊妹，我覺得心痛。我感覺真心痛。過去嘅歷史去到邊度呢？過去嘅歷史對到落去咧？已經失咗差唔多20年㗎啦。已經失去差不多20年咯。我又參加一個教會。參考隻教會。佢哋唔單止出刊啊，出刊。出紙款，出紙款。甚至咧，佢哋出呢個嘅碟。伊甚至係出碟。佢就將嗰個歷史，伊將迄歷史由開始嘅照片，用開始嘅照片改進、發展，嗰啲重要嘅表達出嚟。將啲重要嘅表達有旁邊嘅解釋，邊度有一個解釋，完整將佢哋教會歷史擺喺會眾嘅中間，完將教會歷史擺喺教育嘅面前。各位弟兄姊妹，我哋有首詩叫做《主的恩典》，咱係講叫做主嘅恩典。呢首詩歌你有冇唱過？咱這首詩就首詩叫主嘅恩典，這首大家有唱過。主嘅恩典樣樣都要數啊！主嘅恩典樣樣都要算。我哋有冇數神嘅恩典呢？咱就孝順主嘅恩典啦。今日嘅人，今仔日嘅人，沒有昨天，無昨日，更無明天，更加無明日，只有今天。只有今仔日。凄涼啊！佢哋嘅日子就係咁短嘅啫。
因嘅日子是遮底，佢所望嘅只有今天。因目睭所看嘅就是今仔日，啊，今天快活，今天做，今仔日快樂就今仔日嘅，明日各自理。明仔日再去看。各位弟兄姊妹，各位弟兄姊妹，覺得透過大校長嘅歷史，咱透過校長頭先講嘅歷史，係一本活嘅歷史書啊！這是一本活嘅歷史冊，啊，將佢能夠預備記錄出嚟。咱就將伊有備記錄落來。啊，覺得當我哋90週年嘅時候，當咱90週年嘅時陣，啊，我哋能夠出到呢本嘅歷史書。咱希望會出嚟這本嘅歷史冊。啊，呢個時代進步啦！即時代進步啊，啦，咁你用錄影，你用錄影，啊，將重要嘅輯落喺裏邊，用重要嘅遐接，加上個評述，再加一個評述，啊，大家去懷念，大家就懷去念，數算神嘅恩典，去懷念，去數算主嘅恩典。完全係賜福我哋。願上帝賜福咱。今日我哋睇嘅就係創世記49章咱今日要看嘅是創世記49章22節到26節。 20到26節。呢段嘅經文係乜嘢呢？這段經文是什麼呢？係雅各為咗佢兒子嚟到祝福是雅各為伊嘅囝兒祝福， 12個兒子， 12個囝兒按照次序嚟祝福佢哋。按着次數來祝福。而呢一段嘅經文這段經文就，輪到祝福約瑟嘅經文。咱今日這段就是輪到祝福約瑟嘅這段。大家睇見，咱來看，咱看到，我哋讀到呢段經文，咱讀到這段經文，哇！上帝藉着雅各俾約瑟嘅個兒子約瑟祝福，雅各對約瑟這裡哎呀祝福係極，美好㗎。這祝福是極端美你羨唔好。羨慕啊？你羨慕，我好羨慕啊！我就真羨慕。佢話冇人嘅福比你更大啊！伊講無人嘅福比你更較大。哇！約瑟係在佢嘅人生裏邊，約瑟佇嘅人生裏面，有佢爸爸嘅祝福裏邊，佇伊爸爸嘅祝福裏面，能夠成為一張美好嘅成績表啊！即成做一個真美好嘅成績表。佢有呢個祝福嘅恩典，伊也祝福嘅恩典，呢個蒙福嘅機會有蒙福嘅機會，係乜嘢原因呢？是什麼原因點呢？解雅各會咁偏心呢？為什麼雅各會這樣偏心呢？就今日我哋要學習嘅，咱今仔日就學習立己故人。立己個人。第一，第一，我哋睇見約瑟立己，咱就感覺約瑟立己，所以佢在兄弟嘅排名裏面最後嘅。伊就弟兄弟裏面排名是第尾，但係佢喺佢家裏邊但是伫伊嘅家裏面，成為一個救星，但係成做一個救在星，佢嘅家裏邊伫這個家內，能夠拯救佢全家嘅人，伊會拯救全家嘅人，講就容易喎。講就緊咯。但係我哋睇過佢過去點樣能夠達到呢個地步呢？你看到伊是怎樣去達到這地步呢？一個平平無奇嘅小子，一個平平無水出嘅喺家裏邊被小弟，兄長睇輕嘅。伫個家裏面啊，伊兄弟都看唔起。咁約瑟佢細嘅時候呢，對啲細漢嘅時陣，佢就成日同啲兄弟玩啊，要周圍去。規日佢在兄弟佚佗，試咁過去。佢翻嚟嘅時候，但伊到來時就陣，將佢兄弟所做嘅伊就將伊兄弟所做嘅好嘢又講下，唔好嘅講下。好嘅歹嘅都講。哎呀，咁嗰啲兄弟好嬲佢嚇。所以伊兄弟真氣。你應該講好嘅，唔好講壞㗎啦。你應該就講好，唔講所以歹。兄弟覺得佢係多餘嘅，所以兄弟覺得伊是多對約瑟嘅，係唔係幾投入嘅。即係對伊無嗰個道理。各位弟兄姊妹，各位弟兄姊妹，一個大嘅家族裏邊，伫一個大嘅家族裏面，俾我哋睇見兄弟姊妹不和啊。但係看到兄弟姊妹不好，但係約瑟但是約瑟佢唔怕一切，伊唔驚，佢唔覺得呢啲係乜嘢苦難，伊唔覺呢些是什麼苦佢難繼，續佢用佢自己嘅立場伊用伊家己嘅立場立己，立己，佢唔會遺憾佢嘅哥哥，伊嘛無去懷恨伊嘅佢又唔去駁嘴，伊也無去跟人駁嘴，但係但是佢只係愛自己愛家人。伊只有聽家己聽家家嘅人。有一次，有一擺啊，嗰啲兄弟出外面牧羊，伊兄弟出去外口去，佢爸爸好掛住佢，伊老爸真就孝，吩咐約瑟帶住食物，就吩咐約瑟帶喺食物，曠野處揾你哥哥，去曠野去找你阿兄，睇下佢哋嘅生活點樣，看因會怎樣，向佢哋問好，你去甲問將個消息翻嚟報告。看怎樣再倒來講我聽。約瑟係好樂意，
約瑟真樂意，佢冇因為哥哥嘅遺恨，伊無因為懷恨伊阿佢冇兄，因為哥哥嘅唔喜歡，唔因為伊哥哥無歡喜，佢就照住哥哥爸爸嘅吩咐，伊就照因老爸吩攞咐，起食物，仲帶帶住一遐片喜樂嘅心，就帶着喜樂嘅心去到曠野去曠野，揾呢一個牧羊嘅群隊喎，去找下牧羊嘅阿哥，容唔容易啊？有容易無？嗰啲放羊嘅唔係淨係一個地方喎。即放羊我唔是四個，呢是一個度所在。過呢個山頭食完啦，去第二個山頭咯即個山頭咧，食草食喎。了，呢個佫去第二個食完山。又去第二度噶咯而食了，佫再去別位咯。喎。好似詩篇23篇所講嘅，親像詩篇23耶和華篇是我的牧者啊，耶和華是我嘅牧者，照顧呢個羊群，照顧這個羊係群。佢哋以色列人一個特性嘅民族啊。即以色列是一個約瑟要揾哥哥，約瑟佢個可以話佢哋攀山越嶺啊。即為到因去爬山哎呀，去到爬嶺，嗰度人話去嗰邊，佢就走去嗰邊。去到有人講喺迄邊，又話唔係，就去迄佢離開咗啦，佢又向北邊。行。咁離開啊，就佫再去第二佢又個山，再尋，就佫再去。並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啊。這唔是一項容易結果佢揾做嘅代到啦。志，結果伊找喺到啦，我離遠睇見佢哥哥所牧養嘅羊群羊，伊找到伊哥哥的哇，滿心歡喜啦！滿心我今日歡喜。揾到哥哥啦，我今日我找到阿今日能夠兄咯，達成爸爸嘅心願啦。我已經達到老爸我將好嘅心願，消息帶翻俾爸爸啦。我將好嘅消息帶予老誰不爸。知呢？想袂到，佢班哥哥想袂到遐阿兄，離遠亦都睇見約瑟，就遠就看到伊，遠就看到伊。佢哋話：喂，我哋嘅對頭嚟咗咯伊講：喂，咱係對頭來哦。喎。當然呢10幾個兄弟，當年這10幾個有兄弟，啲係比較和平啲嘅。有嘅係較和平嘅，能夠對約瑟有體會嘅，即係對嗰時有怎麼體會。但係其他嘅呢，但是其他嘅咧，佢哋喺度諗緊乜嘢啊？因哋喺咧想什麼？喂，我哋趁呢個機會，喂，咱趁這機會，除去我哋眼中釘。嚟將這眼中釘哇！你堵住，話幾惡毒呢？是真惡毒。當約瑟走近嘅時候，但係約瑟行軍嘅時陣，約瑟未曾開聲去問安。約瑟未跟問安，佢哋呢班兄弟已經睇見呢個約瑟，伊只兄弟就看到伊咯，身上所着嘅彩衣，就看到伊身頂穿件啊彩衣，爸對佢嘅偏愛，因老爸偏愛，俾件彩衣佢，就做彩衣對佢，佢太好啦。啊對伊遐好今。日我哋除眼中釘，即陣啊，咱見係一喺度要這眼中除個彩釘，衣，除去迄彩衣，然之後抌落個坑裏邊。之後就將伊獻落一個坑裏面，爭起你治理啦，就看伊怎樣咯。佢就各位，各位，一件彩衣一領彩色衫就引起嫉妒，就引起怨妒，一件彩衣一件彩衣就冇咗親情。就互親情嘅無去咯。佢唔抵得佢細佬有呢個好嘅，因就唔甘願講伊嘅小弟有一領彩衣，所以佢哋存咗個惡嘅心意，所以因就順到迄要害嘅結心，果將約瑟抌落坑。所以將約瑟獻落去坑裏面，彩衣彩冇咗出嚟啦，彩衣嘅脫脫。佢冇眼，佢哋兄弟話冇眼睇啊，伊兄弟講無法通看。因為呢件係爸爸嘅偏愛啊。因為這領衫就顯出爸爸嘅偏愛。咁有啲甚至係，我哋走啦，唔好理佢。有其中有嘅講，咱走唔免插伊。甚至有啲話將佢殺死。甚至有嘅講冇得個睇死。哇！嗰啲兄弟冚唪唥一啲壞思想出嚟啦，一兄弟真係出思想壞係嘅意見出真惡，嚟啦。真惡劣。雖然有人攔阻，雖然有人去攔阻，但係我少數服從多數啊。但是結果少數就服從多數。當佢哋要殺害約瑟嘅時候，當伊要殺害約瑟嘅時啱陣，啱對商人經過，拄仔有一段商人經過，有啲兄弟靈機一觸，有嘅我哋唔使殺佢，有兄弟就係講，咱唔我哋睇，將我哋嘅兄弟賣咗俾佢。將咱這兄弟賣互因咯。嗱，以前佢哋好輕易買啲人做奴隸㗎。伊迄時代真有興賣人做結果商奴隸。量之後，伊商量之就後，不顧死活啊！就無顧死活，將約瑟賣咗俾商人。將約瑟賣互遐城里人。我哋唔單止唔使殺佢，咱唔我哋仲有睇喎，收入啊！咱個人收入喎，咁我哋點同爸爸交代呢？即係啲爸爸交代咧，
佢哋有計謀，因有計謀，剝咗約瑟嘅彩衣之後，伊就將約瑟迄個彩衣褪起來，將呢件彩衣搽晒血啊！將即個彩衣就抹一寡血，然之後攞翻去話俾爸爸聽。就去到迄間老爸講，約瑟已經被猛獸所害啊！約瑟已經互野獸食去咯。令到咗爸爸聽到個消息，因老爸聽到這消息，個心係幾咁痛苦呢？是偌呢痛苦。各位弟兄姊妹，各位弟兄姊妹，第一件衣服第一就係叫約瑟嘅彩衣啊！就約瑟嘅彩衣。今日我哋講約瑟5件衣服啊！咱今仔講約瑟成為人生5大嘅階段啊！ 5件衫，講咗人生在5大階呢個段。彩衣嘅裏邊，喺彩衣裏面，睇見佢哋都被實到就陷害啊！就看到被陷害。但係約瑟冇半句怨言。但約瑟無半句怨言。第二件第二件係乜嘢呢？第二件是什麼呢？人客將約瑟帶到其他地方去。即係生理人將約瑟帶去別個所在。結果賣俾一個富家嘅官。即係結果賣去互一個有錢人嘅官。做奴隸。做奴隸。感謝上帝喎。感謝上帝。約瑟冇話唔去。約瑟無講唔去。我哋從整件事裏邊啊，咱對幾件我哋冇聽到約瑟有半句嘅迴響。冇看到約瑟有一信服好似命運注定啊。就順服命運注定。結果都去外邊做奴僕。結果伊就開始做奴僕。穿著奴僕嘅衫。穿起奴僕嘅衫。第二件衣服就係奴僕嘅衣。第二衫就是奴僕嘅衣。成為呢個家裏邊嘅管家。成做呢個家裏面嘅管家。上帝賜福約瑟。上帝賜福約瑟。使到佢能夠事事順利啊！可以有通事事都順利。唔單止能夠將大件事交俾佢。唔係將大件嘅代志交。主人家甚至話。主人甚至講。除咗我妻子之外。除了我妻子之外。所有嘅嘢都管啦。所有嘅代志可你管。當時約瑟係一個青年人。當時約瑟是一位青年人。而呢個官嘅妻子呢？即個官嘅妻子。又好羨慕約瑟嘅美貌。是真仰望約瑟嘅美貌。千方百計。千方百計。引誘呢個穿着奴隸嘅服裝。要引誘即個穿着奴隸服裝嘅。甚至有一次硬要拉佢入房啊！即強強嘅拖入去房啊！約瑟情急自生。用迄陣真心急嘅時陣。即刻今時唔退後。就唔退後。佢揸住嗰件衫。抽掉件衫。佢就即刻剝到件衫走啊！咁就迄件衫就抽掉一陣走。呢個惡毒嘅太啊！即個惡毒嘅女人。點樣咧？佢揸住約瑟件衫啊！伊就摕約瑟迄件衫。喊住去見佢嘅丈夫啊！即哭哭啼啼去找因。你個僕人啊！你侮辱我啊！用你嘅僕人要侮辱我。結果一霎時之間，轉眼間。約瑟點樣啊？約瑟怎樣咧？未至於死，無立到死。就將佢收監。就主人就將佢從一個奴僕嘅衫。對一領奴僕嘅衫。今日又轉為一個囚衣啊！今仔日佢變做坐監嘅衣服啦，即係穿犯人嘅衫咯。各位弟兄姊妹，各位弟兄姊妹，人生經歷，人生嘅經歷，可以話佢哋上半段裏邊啦，就講頂半段，伊嘅頂半段了咯。係一個痛苦嘅日子，是一個痛苦嘅日子。離鄉別井，離鄉別井，被兄弟出業賣，兄弟嘅賣殺，成為一個奴隸，成做奴隸，被主人妻子嘅陷害，和主人嘅妻子今日收落監裏邊，至到即陣已經可能關咗監，見無到天日。呢個第二件衫，即第二件衫。第一件衫係血衣，彩衣。第一領是彩衣。第二件衫係血衣。第二領是灰衫。第三件就係奴僕嘅衣。第一領就是奴僕嘅衫。當佢坐監時候，當佢坐監嘅時陣，應該冇乜嘢盼望。應該是無啥盼望咯。冇邊個幫佢呢？冇啥人幫佢。有邊個能夠救到佢呢？什麼人能幫佢呢？佢倚靠上帝。倚靠上帝。佢在佢奴僕嘅時候，佢忠心。伊做奴隸嘅時陣，伊真忠心。佢在坐監嘅時候嘅安心。
伊坐監嘅時陣，伊佢覺得安凡心，事有神嘅安排。伊知影凡事都係上帝安啊，排結。果有一次，結果有一擺，同囚嘅人甲伊邊邊坐監嘅人，一齊被運坐監裏嘅人。伊甲也邊邊咧坐監嘅人，啊，有一個人起嚟話：，我琴晚發到個夢喎，有一個人佇遐，發咗個夢啊！有一個人佇遐發做夢。啊，我夢見咧，有7個瘦嘅穗子麥穗。我夢見有7個麥穗。啊，唔係，我夢見咗我頭上有膜有餅啊！我夢見我頭頂有餅，啊，有雀嚟到將個餅啄咗去。有鳥啊嚟將我頭頂迄餅食。嗱，古代人佢哋好重視夢噶喎。古時代嘅人真重視哎呀，夢，諗下點解？夢怎樣？約瑟嘅哥同佢解夢，約瑟結果解夢，因為呢個係呢個係一個善長啊，即個是一個善士長，喺皇室裏邊打理膳食㗎。佇皇宮內面咧負責食膳食嘅。佢話：你3日後啊，約瑟甲伊講：你嘅夢是講你3日之後，你會被處死。你嘅皇帝會甲你處死。咁第二個聽到就話：啊，第二位，佢都好驚啊！伊佢都真驚。我又發咗個夢喎。第二位伊講：我也發一個夢，我也做一個原來呢個夢。係做酒政嘅，啊，即個發即個夢咧是做酒政嘅，係服侍皇帝嘅，即服侍皇帝，服侍官長嘅。服侍遐官長嘅。佢話：我睇見我着翻我原來嘅服裝，用我看到我穿返原來迄個服裝，啊繼續喺度侍奉王。我繼續去侍奉王喎。佢問約瑟伊問係唔係真㗎？伊問約瑟講：這夢是毋約是真？瑟係啊，約瑟講：你是哦。 3日之後，你夢嘅意思就是講，你會恢復原職啊！你3日之後就恢復原職。果然3日之後，嗰年3日之後呢，兩個一齊運到監獄裏邊這兩嘅，個介紹成交換。一個係被處死，其中一個正一式個係恢可能出事，復原職。另外一個正式啊！恢復原職。佢哋都已經將呢個解夢嘅忘記咗啦，而將解夢都解啊完全掉咯。而留低約瑟仍然在監裏邊。咁之後咧，約瑟永遠留喺監有裏面。邊個理佢呢？有想有邊個幫佢呢？有想去幫襯你有咩咧？辦法呢？有啥辦法咧？做人睇嚟啲人看喺個絕境嘅時候，是到啊絕境咯。一個着囚衣嘅約瑟，即穿着囚衣日嘅約夜瑟，坐響囚室嘅裏邊，你每坐喺毫一個無站間盼望裏面，嘅日子，毫無盼望嘅日子。係約瑟但是約瑟滿有信心，滿有信心，佢自己係自強，伊自不息強不息，繼續努力。繼續努力。可能過咗一段嘅日子，可能過了一段時間，啊！忽然間，忽然間，埃及嘅法老王埃及嘅法老王，又發咗個夢喎。法老王即擺又再發一個夢喎，啊！佢睇見呢7隻瘦嘅牛，伊看見7隻瘦嘅牛，啊！去吞食7隻肥嘅牛，去吞食7隻肥嘅牛。仲有發夢有7個弱嘅麥穗，啊，個係另外一個夢咯，有佢7個米取代穗，咗7顆呢個豐滿嘅穗。啊就去取代咗七個豐滿嘅穗。哇！呢個法老王夢見呢個好奇怪嘅夢啊！法老王我即夢真奇叫怪，齊所有全國嘅人啊！叫全部人，啊！你要同佢解夢啊！叫真多人嚟個解夢，結果一日嗰日都冇人同佢解得結果到。無一個通解解。喺呢個時候，伫這時陣，為一個酒政，我迄酒政突然間想起，忽然間想起咯，我當日坐監，我當時我坐有個叫監，約瑟嘅，我就約瑟，佢同我就叫做我哋解夢約瑟人，伊甲我解啊，夢，真係發生咗。你解啊真真咯。所以佢對呢個法老王講：伊甲法老王講，啊，奴隸坐監嘅時候，我當時我有坐咁嘅經監嘅時候，歷啊！我有這個經歷，佢同我解夢非常靈㗎。伊甲解嘅夢真靈喎，哇！法老聽到好開心，法老聽到真快啲歡喜，叫佢嚟。啊緊去叫伊，啊！於是嗰個獄長就去到監獄裏邊，所以監獄長就去監獄，將約瑟
嘅囚衣除去，將約瑟嘅嗰啲假款嘅衫同脱佢梳洗，計佢打理清楚，打扮得靚靚地，計整下水水，打發佢去呢個法老嘅面前就。帶伊到法老嘅面前，法老將個夢話俾佢聽，法老就將伊夢講佢聽，感謝上帝。感謝上帝。上帝俾約瑟有聰明有智慧。上帝使約瑟有聰明智慧，國王啊，用王啊，神啟示你啊！上帝的啟示我哋國你喎。家將嚟呢個世界將嚟有7年嘅豐年啊，呢個世界將有7年嘅豐年好喎，豐富㗎，真豐富喎，啊非常好㗎。即係真好喎。不過但不過豐年之後，豐年之後，接住嚟呢個到落去咧，有7年嘅饑荒啊，到7年嘅饑毫荒，無全地毫無收入啊，全部冇收成，咁點呢？乜怎樣咧？皇帝聽見之後，皇帝聽了之後，有7年嘅豐年7年嘅豐年， ，7年嘅饑荒， 7年嘅饑要荒，面對啲咁嘅處境，要面對這款處要境，點樣安排呢？要怎去安排咧？感謝主，感謝主，約瑟得到神嘅啟示，約瑟得到上帝嘅啟去示，教導法老啊。伊教法老講。應該我哋趁住豐年嘅時候，你要趁七日豐年嘅時將陣，所有嘅糧食嚟積儲起嚟，就所有糧食收起，啊，盡量儲有咁多就得咁有多。偌濟就收偌濟，啊，我哋預備未來嘅饑荒啊！得到有備過來嘅迄饑荒。法老聽完係好有理由。法老聽了個，哎呦，對哦，真有理由。約瑟不過話：王啊，就是講王啊，你要揾一個精明嘅人你就找一個精明嘅人嚟到同你處理呢件事啊！來給你處理這樣代啊，志。以至能夠渡過呢個饑荒啊！安尼你照辦法渡過這個饑荒。法老王話唔使揾啦，法老唔使找了，你就能夠幫助呢件事。你就是應做哦，啊！即刻命令約瑟。就即刻叫約瑟，啊！你嚟到坐呢個位，你就坐這位，啊嚟到處理呢件事，這代志就交予你，應付7年嘅豐年，即應付這7年去嘅，渡過7年嘅饑荒。將7年嘅豐年來渡過7年嘅饑荒。法老王好信任約瑟，法老王真信因為藉佢約瑟，個酒證嘅見證，因為這就係酒證嘅見證，約瑟嘅解夢係真又實㗎，因為約瑟嘅解夢都真實真靈，所以法老王封約瑟為宰相，所以法老王就封約瑟做宰相，俾佢一件細麻布嘅衣服，可以一件幼麻布嘅衫，係第5件嘅衣服啦。這是第5領衫，彩衣、彩衣、血衣、灰嘅衫、蘿蔔嘅衣、蘿蔔嘅頭粉衫，嘅衣。即現在潮粉嘅衫，這陣係細麻布衣，是幼麻布嘅衫，係官服嚟嘅。是官嘅衫。法老話：法老王講，除咗我之外，除了我之你外，可以執行所有嘅命令。所有你可以執行所有嘅命令。感謝上帝，感謝上帝，約瑟處理得非常好，有時處理也真好，盡量鼓勵豐年嘅時候，即係盡量鼓勵豐年嘅時陣，積蓄嗰啲呢個食物。即係積蓄喺我國，有咁多收咁多，有偌濟就收偌濟。結果7年過去啦，結果7年過去啊，饑荒嚟啦，饑荒來咯，全地都饑荒啊！全地都饑荒，揾唔到食物啦，找袂到食物，連約瑟嘅父家連約瑟因迄個老爸家，一家嘅人都係在饑荒嘅裏邊。全家人都陷入饑荒。雅各呢個時候聽見人講：雅各聽人講，埃及有糧食喎，埃及有糧食喎，所以佢哋冇辦法就派嗰啲仔女仔去糴糧啊！所以伊無辦法就叫佢即伊囝兒去預買糧備充足嘅錢銀即有備足夠嘅錢，嚟到咧預備充足嘅承載嘅嘢。伊也有備真濟要載嘅物件，一直去到約瑟唯一嘅盼望，就去到去到埃及嘅地方。去到埃及，當約瑟喺度分糧嘅時候，當約瑟佇遐咧分糧嘅時離陣，遠已經認到嗰班兄弟啊，真遠伊就會認出伊嘅兄弟咯，裏邊嘅真情、內面嘅真情，個親情，迄親情，佢即刻走入後房，係真走去後房，佢牙喊，去遐哭，哇！佢又開心又痛苦。伊也歡喜也真痛苦。
點處理呢？要怎處理呢？當約瑟出嚟同佢哋漂糧俾佢哋，約瑟出嚟將牛餵互因，約瑟仲唔認佢哋㗎啦。約瑟就無認因，結果佢哋翻去，結果因倒去。約瑟俾足夠嘅糧食，約瑟就分足夠嘅你糧食，哋去啦。恁倒去啦。佢話亦都曾經同佢哋交談過。伊有甲因講嘅話，你家庭環境點樣啊？恁厝內你爸情況怎樣啊？爸媽媽，你哋屋企兄弟姊妹點樣啊？你厝內兄弟姊妹啊，你爸爸怎樣呢個兄啊？弟好似對咗陌生人喺度報告。那像甲遮先有人講話，講恁兜有啥物人啊？啥物？約瑟放咗佢翻去，約瑟就放伊嘅兄弟倒去，因為佢吩咐佢僕人伊吩咐僕人將糧食裝好，將遐糧食裝好，將佢要買嘅要用嘅錢放翻落個袋裏邊，將伊買糧食遐錢，佫甲摕倒轉去因。而且將我嘅金杯放喺裏邊，將我嘅金杯摕內面，放咗佢哋去。放因走。當呢班兄弟去行到半路，當即班兄弟行到半路，要食嘢嘅時候，因要食物件嘅時陣，打開個糧食包，走開迄糧食包，原來嗰啲錢就仲喺度嘅。錢佫佇遮喎，再打開，佫再拍開，點知後邊又追人，有人約瑟派人追過嚟啦。哇！後邊有人追嚟咯，喂，你哋係定住，叫因停，因為你哋咧偷咗我哋宰相嘅杯啊！因為你偷阮宰相嘅杯，冇啊，冇人捉過啊！我冇啊，阮就冇啦。叫嗰啲班人就喺個袋裏邊摷出嚟，遐人就佇因嘅地裏邊切掉，就將呢班人帶翻去呢個埃及。就將伊隻兄弟佫再拖倒轉去埃及。約瑟同佢哋講：約瑟跟講，你哋偷咗我嘅杯，恁偷我嘅杯喎，應該點算呢？要怎樣呢？你留低一個人翻嚟，你留一個人去，你再走啦，你哋其他人走。其他人倒去，在呢個時候，呢班兄弟就即陣呢隻兄弟真係感到有兄弟情啦，就感覺有兄弟情唔。捨得留下任何一個人。即陣兄弟唔甘留任何一位，最後約瑟放佢哋翻去。最後約瑟就放因倒去。到第二次，到第二次，佢哋再嚟糴糧啦。第二擺因佫再來，約瑟同佢哋相認。約瑟就跟因相認。你知唔知我係邊個呢？恁知我是誰？我就你嘅細佬約瑟。我就是恁嘅小弟約瑟。哇！嗰班兄長睇見眼都大啊！伊遐兄弟看到目睭都你仲未死？你都未死？你今日高高在上，你總個坐一隻獨高位，一方面又起，你個再一方面又驚喎。哇！唔知點樣處理我哋噃？一鋪未比一梗係鋪以命填命㗎啦！哎呀，阮就我哋以命聽過去對佢哋太多對唔住佢哋㗎啦。咱點解太對不住伊啊而？家點算呢？咱做咩怎樣呢？約瑟攬住佢哋，約瑟近抱你，哋唔好難過。你唔免傷心。上帝預備我上帝有俾嚟到呢個我地方，來這所在，係要為你哋預備一個度過艱苦嘅日子。是要來幫助恁度過艱苦你嘅日子。哋仲有幾年嘅饑荒啊？你還閣幾年嘅你哋饑荒？翻去將我哋父家全家都接嚟，你度去將咱全家去你都帶度過呢個艱難嘅日子。來度過這艱難嘅日子。呢班嘅兄弟佢內心嘅慚愧，伊這兄弟咧就當時真係真非常嘅見笑，感動啊！真感動。我走上嚟攬住約瑟喊啊，大家都來個攬向住約住瑟去認錯大啊！哭。約瑟認錯。約瑟話唔好憂傷，約瑟講唔一能憂切係傷，上帝嘅美意。一切都是上帝嘅美意。神為我哋預備一條活路啊！上帝為咱預備這上帝藉着快快樂，我嚟到幫助你開呢條活路啊！上帝就幫，各借到我要來位弟兄幫助你姊妹。各位弟兄姊妹，今年我哋嘅主題今年咱嘅主題立己啊！立己，約瑟佢企穩佢嘅立場，約瑟伊徛穩家己嘅立場，佢用佢嗰種堅毅嘅信心，用伊堅毅嘅信心佢，完全依靠上帝，在任何經歷任何苦難，伊依靠上帝經佢冇歷任埋怨冇何困難，記恨，無懷怨無記甚至恨，見到佢要殺害佢哋兄弟，甚至見到遐要依睇嘅然要佢兄弟，無比嘅兄弟嘅愛嚟攬住佢哋，伊又玩又無比嘅聽去冧討甚厭，至將佢全家經過法老嘅可搬晒過嚟埃甚及。至將伊規家帶倒來。
結果結果雅各一家，雅各全家，即係約瑟全家咧，約瑟因全家幾多落嚟咧？幾多入嚟咧一個落嚟， ？75個， 75個人，聖經記載。聖經記載，啊，好好當當浩浩蕩蕩搬咗嚟埃及，就搬嚟到埃及渡過呢個饑荒，嚟渡過迄個饑荒，佢得到埃及法老嘅接待。就呢度埃及法老嘅接待。啊，雅各一見到約瑟，雅各一看到約瑟，哎呀，我唔知道我而家係生嘅死啊！哎呀，我唔知我是死還是實在死，難以置信啊！我實在是唔相信。竟然我唔見咗嘅死咗嘅約瑟，我冇去啊！一個死，以為是死去嘅今日約瑟。活生生嘅成為埃及嘅宰相。今仔日就活跳跳做做，當時宰相雅各年紀已經大啦，迄陣雅各年紀已經大佢哋，響呢個嘅埃及度咗一段長嘅時伊間。踮埃及度嘅一段長嘅時間。當約瑟晚年嘅時候，雅各晚年嘅時候，當雅各晚年嘅時陣，為佢哋兄弟各自祝福嘛。即係為伊嘅兄弟在祝福。約瑟唔單止拯救佢全家，約瑟唔拯救全佢唔家，單止立己，唔難立己，佢雇人，伊有個個去到人邊度，去到倒落，佢就幫助邊度嘅人。伊就幫助倒落一位人，在家裏邊佇家內幫助父親，會幫助老爸，出外出外幫助兄弟姐又妹，幫助兄弟姊去到妹。做奴僕，伊最努力時陣，幫助佢主人，伊又幫助你嘅主忠人，心服侍主人，忠心嘅服侍佢主人。坐監，伊坐監嘅時佢毫陣，無怨言嘅。伊又無怨言，佢幫助人嚟解夢，伊又幫人解夢，佢能夠得到神嘅恩典。伊會能得到上帝恩典。今日今仔日能夠成為宰相，會正做宰相由，血彩衣對血嘅彩衫變咗血衣，變做血衫，血衣變血衫，變咗奴僕嘅衣，變做蘿蔔嘅衫，有奴僕嘅衣，對蘿蔔嘅衫到坐監嘅囚衣。變做家訓嘅衫。今日今仔日佢着起最靚嘅衫，伊穿起第水嘅衫，甚至就叫西麻布嘅衣，是幼麻布嘅衫。甚至經過法老王嘅戒指嘅印過響樹，啊，甚至有法老嘅成印為印埃及嘅宰相。正做埃及嘅宰相，顧己係立己顧人，立己個人，共建家園啊！強健家佢唔園。單止共建佢家裏家裏唔邊人，唔拿建伊嘅家園，大家都知道各位都知影。亞伯拉罕蒙神嘅應許，阿表尼係望上帝恩許，喺個族類裏邊嘅兒孫，伊族裏面嘅兒孫，能夠天上升地上嘅沙。披上衫。我哋睇到約瑟嘅雅各嘅爸爸你聽見雅各嘅老爸對佢嘅仔雅各對佢嘅囝雅各所祝嘅福，所祝嘅福，對對個仔祝福雅各對祝福。雅各雖然曾經走難，雅各雖然曾但經走難，佢見到呢個天梯，但伊看到天梯，佢能夠勝過嗰個使者，伊會贏過迄使者，亦得到使者嘅祝福，會得到迄使者嘅祝福，成為以色列嘅始祖。就做是以色列嘅始祖佢。贏咗呢個使者，伊贏過即個使者，使者就同佢起名，你唔好叫雅各啦，使者就該起名叫佢唔能夠叫雅各，你叫以色列。你就叫以色列。雅各就係以色列嘅始祖。雅各就是以色列嘅始祖。今日有約瑟，即係你約瑟，佢唔單止為咗佢國家，伊唔係為伊嘅國家共建家園，共建家佢嘅園，家庭，伊嘅家庭，佢全國嘅人，全國嘅人，將來以色列嘅群族將來以色列都係群眾由佢而嚟嘅。都是對伊來嘅。弟兄姊妹，弟兄姊妹，今日今仔日立己，立己，我哋自己嘅信心，咱家己嘅信心，我哋嘅愛心。咱家己嘅聽心，我哋有冇立定主意呢？即有立定主意有無？我哋自己有冇做得好呢？咱家己做起好唔好咧？特別今日特別今仔日，好多時候，真多時陣，好多人中意記仇記恨，真多人真愛記仇記恨，好多無論國家個人，無論是國家，無論是都係存個人呢，個報復嘅心。
都是為咗報復嘅心。我哋有冇好似約瑟一樣，咱就安尼，完全冇呢個仇恨，咱會唔會完全無即款完仇恨？全被愛去包圍去消化？完全互聽來包有乜圍來消化嘢嘅。挫折？有什麼有挫折？乜嘅誤會？有什麼誤會？有乜嘢嘅災難？有什麼災難？約瑟都嘅忍過。約瑟都會你吞落。從37章，你從37章創世記37章到對創世記37章50章，到50章，你唔會聽到約瑟嘅埋怨嘅聲音。你無辦法看約瑟，無曉你聽冇約瑟嘅埋聽過怨，約瑟一句唔好嘅説話，無聽過約瑟一句無好嘅話。佢自己用佢自己立場，伊有家己嘅立場，佢去雇人伊會去顧人，幫助呢個主人嘅家，幫助主人幫助嘅家，囚犯嘅，幫助遐幫助囚犯，埃及法老王，幫助為佢叫法老完全嘅王，幫助，伊有完全嘅幫助。最後，佢幾乎救咗佢全家，最後伊救了伊全家，佢能夠救咗全國嘅人，伊也救了全國嘅人，共建家園。共建家園。我哋要繼續嘅努力。咱就繼續努力。今日今仔日，神俾我哋咁好嘅地方，上帝互咱遮好嘅所我在哋，仲有咁多空位，仲有咁多空位，哦，咱個遮就空位，出邊仲有好多未書未信嘅親友，啊個真侪未信未知嘅親友，我哋有冇付出我哋自己嘅愛心，咱就付出咱家己嘅疼心啊，用無愛心去關顧佢哋呢？用疼心去關顧。今日香港政府今日香港政府，各區設立關愛組啊，特區就設立關愛組，我哋教會嘅關愛喺邊度呢？咱教會關愛佇倒你咧？係咪關愛組嘅人呢？你是毋是關愛嘅人咧？你有冇睇見你隔離左右係邊個呢？你有看到你你有冇關邊頭心弟兄姊人？妹嘅需要呢？你有關愛弟兄姊你有冇睇見妹需要無？教會嘅需要呢？有去關心教會你需要無？有冇睇上帝嗰種嘅意念呢？有關上帝關心上帝意念無？我哋係咪一個忠心嘅僕人咱是咪用心嘅僕人嚟到侍奉主、來侍奉主、見證主，見證主，嚟到將更多失喪嘅靈魂，來將佫較濟較濟失喪嘅靈魂，特別我哋嘅家人親友，特別是咱嘅家人親友，帶到神嘅面前，將伊帶到主嘅一面前，切蒙福啊！三交來蒙福。所以我哋翻去之後，所以咱倒去之後，我希望大家由創世記37章即5萬各位對創世記30章去到50章，到50章，睇下約瑟嘅人生，看約瑟嘅一生，睇到一個蒙福嘅約瑟，看即個蒙福嘅約佢瑟，過去所付出嘅伊過去所付出嘅，唔會白白嘅犧牲，伊袂白白犧牲。上帝在佢嘅身上上帝伫伊身頂顯出好奇妙嘅作為。顯出真奇妙嘅作今日我為。能夠真正在主嘅面前，今日咱就真正伫主嘅面前，能夠愛神、愛人、愛教會，聽神、聽人、我哋聽教會能夠付，出我哋應該付出嘅，付出咱應該付出的。上帝唔會辜負我哋。上帝會去辜負咱，願上帝賜福各位，願上帝賜福各讓我位。哋睇見天光道滿南堂，來學用，讓咱看到天公的面容堂，在上帝嘅眷顧之下。佇上帝嘅眷顧之雖然我哋下。話我哋在這裏真好啊，所以咱講，咱伫遮真好啊。但係我哋家人、我哋親友、我哋鄰舍，但咱家人、咱的親友、有冇咱的教同我哋享會，受呢個好嘅環境呢？有跟咱來享受這個這好上帝嘅環境無？賜福我哋，上帝賜福互亦咱，都藉着我哋去賜福俾人啊哋，要借着咱去賜福互別將人，感恩、將喜樂、將平安、永生帶俾佢哋。將感恩、將平安、將喜樂上去帶予帝會幫助我哋，上帝會幫助咱，上帝冇放棄我哋，上帝唔會放失咱所。以我願意大家所以願意大家從今年嘅主題裏邊，對今年嘅主題雖然嚟，大家已經做咗好多嘅工作。雖然咱已經做咗真多工作，我睇見古牧師所安排嘅，我看到郭牧師所安排嘅，我哋咧點樣去培靈，咱怎樣去培養，我哋點樣去關顧，咱怎樣去關顧，我哋點樣去為教會出力，要怎樣去推教會我出來，哋咁樣嚟有愛言，啊，咱就夠有愛言，包得我哋能夠達成美好嘅成果，但是咱會達成美好嘅成建果，立更美好嘅家園。建立個較美好嘅家園。唔單止在教會中，唔單是伫教會中在間，各位嘅家庭中，伫各位嘅家內，我哋祈禱。咱三個祈禱。
天父上帝，天父上帝，感謝你，感謝你，借到約瑟嘅成績表，你借咗約瑟嘅成績表，佢能夠一生去立己故人，伊一生為立己個人，結果成為共建家園，結果共建家園，能夠成為佢哋嘅家族嘅救星。伊成做伊家族嘅救星。主啊，我哋感謝你，主啊，我感謝你。在佢哋經歷嘅苦難裏邊，伫伊經歷嘅苦難裏睇見面，上帝你嘅同在，我看到上帝你嘅同在在佢，所辦理嘅事情，所辦理嘅事情，有上帝嘅引導，有上帝你嘅引導，在佢所面對嘅困難，伊面對嘅困難，有上帝為佢解決。有上帝幫伊解決。今日今仔日，佢能夠成為一個蒙福嘅約瑟，伊會成做蒙福嘅約瑟，得到佢父親無比嘅祝福，伊得到伊老爸無比嘅祝福，成為一個蒙福嘅約瑟。成做一個蒙福嘅約瑟。求主幫助我哋求主幫助學我，習約瑟，我嚟學習約立瑟，己故人，立己個人，共建家園，共建家園，能夠永存在我哋心中，能夠完全直到見主你榮直面。到見主你嘅面，祈禱感恩，祈禱感恩，奉主聖名，奉主耶穌聖名，誠心所言。誠心所言。唔該晒。未有報告之前，咱報告之前，我係湯主任，仲有啲説話要講。咱董主任攏有話要講。各位弟兄姊妹，兄弟姊妹，咁咧就有一件事情要喺度宣一宣佈。有一件代志要遮宣布。咁我哋個主席咧，即係前主席就係鄭欽貴主席啦。咱嘅前主席是陳英貴主席。咁佢喺度咧服務咗呢幾十年啦，擔任咗個董事會主席。伊為咱遮服務幾十年，做咱嘅董事會主席。咁咧即係喺度咧盡心盡力啊！伊盡心盡力咁誒服務呢個教會幾十年啦。服務咱教會幾十年。咁佢咧就喺今年年底咧就要退休啦。伊伫今年年底要退休啦。咁咧就我哋好多謝咧佢過去即係咁大嘅貢獻啊！咱真多謝伊過去遐濟年遐大嘅貢獻。所以我哋咧用鼓掌嚟多謝佢啊！咱應該謝佢。咁咧就我哋特別咧有一份嗰啲紀念品嚟到送俾我哋個主席啊！咱有一個紀念品要送給咱嘅主席。咁同時咧，即係我哋有宣佈咧，董事會咧就選出新嘅主席。咱董事會已經選出新嘅主席。就係曾崇基啦，曾崇基主席啦。就是咱曾崇基主席。咁都歡迎我哋個新主席咱也歡迎咱嘅新主席。咁而家咧就有一份紀念品送俾我哋個舊主席啦。咱有一個紀念品要送給咱嘅舊主席。佢請佢上台咧嚟到接受嚇。咱請伊上台嚟領。有新嘅主席贈送啦。我哋請主席講幾句話啊！真係好多謝各位嘅愛戴喺呢幾年。當我做主席嘅時候咧，多咗佢哋嘅幫手啊，大家都好合作，都好愉快。希望能夠繼續落去啦。咁咧就即係真多謝大家咧嚟幫手啦嚇，啲最主要時陣咧，大家一齊嚟出力嚇。咁希望咧基上咧，大家事項到見啊。好多謝各位啊！
咁咧，我哋阿鄭主席咧就係主席名稱就退嘅啫，侍奉繼續㗎嚇，即係名稱退啫，但佢喺度繼續侍奉嘅，所以我哋好多謝佢嚇。唔該，大先生。咱多謝戴主任。好啊，跟住係報告。咱過來報告。咁咧，我哋感謝張牧師今日嚟分享好好嘅信息。咱真多謝丁牧師跟咱哋嚟分享遐好嘅信息。求願主咧紀念佢嘅勞苦。叫主紀念伊嘅勞苦。亦都咧多謝大家今日咧同心嚟侍奉。多謝大家今日嚟同心侍奉。好啦，咁咧我哋讀一讀本個月嘅金句先。咱讀這個嘅金句。我哋先讀閩南話。咱先讀南話。欣欣。好。逐人唔通單顧顧家己嘅事，也着顧別人嘅事。咱着以基督耶穌嘅心為心，為了彼此兩情4、9、5節。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腓立比書2章4至5節。我哋下週嘅講員係郭文慈牧師。咱下週嘅講員是郭文慈牧師。郭牧師嘅題目係欣賞與接納。伊講嘅題目是欣賞甲接納。佢用嘅經文係喺約翰福音1章43到51節。伊用嘅經文是約翰福音1章43到51節。好啦，大家都知道今晚我哋有聚餐。咱今晚有聚餐。咁咧，亦都咧係大家都知道喺上月21。伫上月21號舉行。咁咧就頭先幹事主任提醒我。當我幹事主任提醒我。有啲台嘅負責人咧，即係你個名單上咧紅色名咧，一陣崇拜完之後咧請出嚟抽籤分台號。逐啲都係負責人咧，等啲攞落嚟挑籤。咁咧就我頭先數過有16位嘅呢啲台嘅負責人。我睇有16位嘅。逐啲都係負責人。如果一陣你唔出現嘅話，如果你等啲冇出現，咁就會有人代你哋抽籤㗎啦。就有人帶恁抽籤啦。好啦，希望大家幫手。希望大家幫忙。好啊，咁咧就另外咧就教會個財務收支表已經印咗出嚟㗎啦。咱教會嘅財務收支表已經印出嚟啦。咁大家可以嚟到嘅關心教會嘅財政狀況。咱大家會通關心咱教會財務狀況。咁咧亦都跟住咧，我就要根據教會嘅傳統同規則。根據咱教會嘅傳統及規則。我而家就宣布2025年洗禮全會及幼洗嘅名單。咱即陣宣布2025年洗會及轉會名單。咁咧就本堂定於12月7日舉行洗禮。咱教會咧第12月7號要舉行洗禮。並已將成人洗禮名單宣布3個主日。要將成人洗禮名單宣布3個主日。如無阻咧，就將為其施洗。如果無阻攔咧，就為因施洗。並接受聖餐。並且接納因接受主聖餐。成人洗禮有5位。成人洗禮有5位。黃君明弟兄。黃君明弟兄。張書元弟兄。丁書元弟兄。陳卓林弟兄。陳德林弟兄。陳漢文弟兄。陳漢文弟兄。何玉娟姊妹。何玉娟姊妹。另外轉會有2位。轉會有2位。陳碧聯姊妹。陳碧聯姊妹。彭偉業傳道。彭偉業傳道。仲有1位係幼洗。幼洗。雷浩朗。雷浩朗。小朋友。小朋友。好。咁咧就仲有2件報告。仲有2件大事要報告。一陣散會之後。客廳散會了。咧就請大家所有今日翻嚟呢個崇拜嘅弟兄姊妹。請所有都嚟崇拜兄弟姊妹。一齊嚟到台前。到底嚟到台前。影一張大合照。翕一個大合照。成為一個歷史嘅記錄。成做歷史嘅記錄。咁咧就我哋年都會影一張㗎啦。咱逐年攏會翕一張。咁影完大合照之後。翕了大合照了。請長者詩班留步。
請長者詩班留落因為來，下星期係長者詩班獻詩。因為下禮拜是長者詩班練好啊詩。多謝大家留意呢兩件事情。多謝大家注意。我哋而家要唱結束嘅詩歌，咱即陣要請羅美詩，係榮耀歸於最高神。榮耀歸到最高好神。，請大家起立。請大家企起來。榮耀歸於最高神，榮耀歸神，榮耀歸神，榮耀歸於最高神，應該讚美強榮，讚美真神天上真嘅，讚美真神天上真能。讚美真神，萬福之本，讚美聖父、聖子、聖靈，榮耀歸於最高神，榮耀歸於最高神，榮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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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耀歸於最高神，榮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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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耀歸於最高神。請大家沿站立，接請古牧師祝福。咱請古牧師祝福。願賜平安嘅上帝親自使你哋全然成聖，又願你哋嘅靈與魂與身子得蒙保守，喺我哋主耶穌再翻嚟嘅時候，完全無可指責。願主耶穌基督嘅恩惠、天父嘅慈愛、聖靈嘅感動，常與你們同在，從今直到永永遠遠。阿門。請坐。